他们很爱聊天啊，讲心事。好，我唱一首我改编我自己的歌曲，这首歌《嘎萨斯的努米达》，我们的约定。 在高阿鲁玛嘎一定来了，我上路比亚，你只能独孤的吉他。你让我无数米努达贝里卡登啊，一说米达巴，马卡拉登啊不给说。阿卡达瓦的不要高山式的努嘎萨，是我努米达，那无人固定的一说。达拉恩高达。 Saya hidup kamu Aulia, malah cinta hidupku gila. Oh iya, oh iya, oh iya, oh iya, dari i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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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iy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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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ri iya, iya, oh anak yang kau kaya, iya. Orang punya kasar sedang, luka sasuan umida, namun putih dan isu darah. Kau tangan saya bingung karena aku arunia, malah cinta itu kita. Oh iya, oh iya, oh iya, oh i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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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ya.好想去海边哦。水，现在几度？现在几度？13哦。我看刚他们一唱的时候，他们好青春哦。不愧是15岁到20岁。好，那唱一首歌好，这首歌是因为我看到部落的老人家，就用他们的记忆，举办了一个部落很久没有办过的一个祭典，叫做祈雨祭，祈求下雨的祭，巴嘎沃拉带啊，就是祈雨祭啊。法文讲巴嘎沃拉带。但因为这个年代很特别哦，就他们经历过了改朝换代，然后又经过了宗教革命，那部落里面哦，就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宗教信仰。当然，基督天主应该是最大宗的。但因为换了朝代，换了不一样的信仰，祈求下雨这件事情就很久没人办了。我第一次看到是2000年的时候，就是我那年要成年的那一年。人家想要把这个纪念歌拿出来唱，
它里面很多很特殊的歌谣，虽然那样的因为很多事情都被气象取代了，还是被宗教取代，可是老人家很想，其实他们很想要表达这件事情，是我们本来也有这些对土地、对天气的一些感谢的一些仪式。然后虽然那个歌不能随便乱唱，唱就会下雨了。那年真的很特别，那年唱完那年的丰年祭都在下雨，可能太久没唱了，一次爆发30年的力量。更可怕的是连续3年都有台风，很悬哦，真的很悬。我不知道，我只是感谢那样的老人家把那样的故事流传给我，那我也看到那样的祈求下雨是一种大爱的精神，于是我就写了这首歌叫《祈雨的妇人》还是有一点点威力，听说唱完还是会下雨。也分享给大家听《祈雨的妇人》。呀。